大家好，這篇影評標題為麥浚龍的野心之作，風林火山背後的創作危機。筆者向來對某些電影之極端拍攝手法敬而遠之，例如那些畫面充斥着不同程度的黑色、灰色、色調灰暗、角色敵有難辨的作品。而這部《風林火山》正是此類電影的極致代表，全片籠罩在灰色與黑色的濾鏡之下，甚至額外添加一層朦朧效果，讓筆者在觀影時倍感吃力，難以投入。當然導演亦傾全力地以不同的血液揮灑狀態，來將其獨有的暴力美學發揮至極致。影片開場的10分鐘槍戰場面，火力全開，資源傾注，令人不禁聯想到導演麥浚龍或許有意打造一部香港版的《葛咸城》（Gotham） 或《罪惡城》（Sin City）。然而，這份野心卻未能完全實現。據網上資料，該片早在2017年便已拍進，卻遲至今日方才上映。推測原因可能是其罪惡城原始劇本的設定未能適應當前市場需求，導致後期製作反覆修改，終使影片呈現出4不像的尷尬局面。例如，電影開頭的字幕便開宗明義地聲稱故事發生在1994年，這與近年許多港產片偏愛的上世紀90年代背景不謀而合。然而，這種懷舊設定與導演營造的超現實氛圍產生矛盾。更令人出戲的是，劉青雲角色手機發出的 iPhone 鈴聲，瞬間打破了時代背景的假設。而香港觀眾一直對這種時空環境抽離的警匪片接受度不高。2016年張家輝執導的《低壓槽》已證明此點，而本片更刻意呈現一個下雪的香港，更難以說服本地觀眾。劇情方面，《風林火山》本質上像是《無間道2》、《教父》與杜琪峰、暗花的混合體。故事主線並不複雜，但角色過多，身份設定過於隱晦，導致觀眾難以跟隨。筆者推測，導演可能拍攝了大量素材，但剪輯時面臨取捨困境，導致最終成品顯得支離破碎。若故事如此繁複，何不效仿《無間道》，分拆為2至3部曲，給予觀眾更完整的體驗？而角色設定又是本片另一大問題。例如梁家輝飾演的角色被描述為退休高級督察，軍階不算高，也沒有實際權力，卻在行動中幾乎獨攬指揮權，甚至親自持槍上陣，而其最終身份更顯突兀，與前期鋪墊完全脫節。劉青雲的角色則是一個服務於販毒集團的雙面警察，同時從事販毒又派臥底調查金城武的犯罪集團，性格矛盾，立場模糊。金城武的角色更被塑造得猶如精神分裂，他表面意圖洗白家族歷史，卻比其毒販兄長更為冷酷無情。此外，影片的2大技術瑕疵尤為突出。首先，過多場景依賴對白交來代劇情，特別是角色頻繁與神秘人通電話，且多數對白採用配音而非演員原聲，導致觀眾難以分辨對話對象，究竟古天樂、劉青雲或梁家輝在與誰通話。其次，導演似乎有過多想法卻未能有效表達，導致許多情節無頭無尾。例如，尾段古天樂與一位神秘恩人的對話之後，便突兀地獨闖龍潭，以及便利店大戰中某角色突然倒戈，均欠缺前設交代，讓人摸不着頭腦，觀眾只能猜測古天樂是否另有隱藏身份。所以電影最後的一節，導演特地添加了一幕，仿如美劇迷《Lost》的平行空間結局出來。參考維基百科的資料後，筆者發現更多問題。梁家輝的角色原始設定為警察心理學家，衛詩雅為關鍵目擊證人，鮑起靜為金城武的母親，盧冠廷為犯罪學專家，這些設定與片中呈現大相徑庭。更有甚者，導演在開始拍攝之時，曾表示希望透過本片去形容金融犯罪題材，探討人性異化與現代都市的道德困境，並為此諮詢金融與法律專家。然而，影片中幾乎看不到任何與金融市場相關的橋段，這份初衷顯然未能實現。本片的問題或許源於導演在2013年《僵屍》
取得口碑上的成功後，給予自己無比壓力，故此在拍攝本片之時，不停將劇本優化，甚至不斷修改概念，而其後更為了迎合市場而調整核心情節，導致故事偏離初衷。相較之下，王家衛當年在旺角卡門的成功之後，拍出萬眾矚目的《阿飛正傳》，卻同樣讓戲院中的觀眾不大接受。但幸好其故事簡單清晰，足以支撐其鏡頭上的藝術風格。再加上當年電影市道暢旺，王家衛尚有機會接着拍攝《花樣年華》與及《2046》，完整個周慕雲宇宙，使到3套電影看起來一氣呵成，渾然天成。反觀《風林火山》，將過多的素材壓縮在125小時的篇幅，大幅剪輯後的斷裂感讓觀眾無所適從。儘管如此，筆者仍對本片的票房抱有一絲期待。據報道，2025年至今，港產片票房表現低迷，最高票房僅為《看我今天怎麼說》的1300萬港元，沒有一部港產片能有2000萬以上的成績，為1982年最佳拍檔創下的2604萬港元紀錄至今40多年來的第一次出現如此低迷的狀況。若《風林火山》的票房收入能有其拍攝成本1/10的票房，即4000萬港元，或許能為低迷的港產片市場注入一絲活力，也未可知。電影評分6分，最高為10分。多謝各位讀者或者觀眾收聽或者收看 Lam Movie Blog 的影評。最後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頻道，請在 YouTube 上訂閱、點讚、給予正評，謝謝。